你知唔知道？我用 Canva AI 5分鐘整咗個復活節主題嘅優惠碼遊戲，做 marketing 網店，想搞搞新意思，又變得更容易啦。首先，只要用 AI outline 個復活節主題遊戲俾你，例如喺遊戲入邊，玩家可以用鍵盤控制行去揾復活蛋啦。咁唔同顏色嘅蛋有唔同分數，仲有啲彩虹蛋係特別加分。收集得越多咧，就可以換到唔同嘅折扣碼。例如攞夠200分就有優惠碼，2000分仲送埋復活節禮物添。之後係用 Canva AI 嘅 Design Agent 咧，係將個 Game Outline 咧就俾 Canva AI 啊，佢就自動幫你寫曲同設計好個小遊戲。Canva 最大好處係佢幫你設計埋啲顏色圖案，仲可以隨時叫佢幫我改設計、加特效、換顏色，係非常易用。唔使好似其他 AI 咁，只係有個基本程序，冇 design 設計。咁當然你叫佢做啲高難度嘢，佢就未必做到啦。有咗呢啲 AI 幫手，做網店推廣真係慳時間又有創意啦。如果想知有關教學同埋 Canva AI 應用，留言 AI 發你有關資訊啊。